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WLF 旗下顶级无限制格斗赛事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，我是评论员雨辰，在我身旁的是郑文琪老师，欢迎。嗨，大家好，这一次呢是俄勇对上了一位塔吉克斯坦选手马贝特。是的。我以为有一个助跑的意思，一开始就要抱摔，结果真的是一开始就冲在一起。马贝特直接要抢后背，一条手臂已经是穿过了俄勇的这个脖子下面，但是俄勇现在保护他抓的那只手。对。好的，这边还有击打的机会，小心裸脚，想要做裸脚，这边穿下去，翻过来了，没错。好的，连续的锤击，又继续拿背。哇，俄勇现在非常被动啊！我们看又是被拿背，看来马贝特还是想快速的解决战斗。啊，起身的时候要小心，千万不要被对手抓到了这个脖子下方的空档。在这个位置特别容易形成裸脚。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脖子。这边马贝特再次把对手给拽倒，不让他有起身的机会。是的。俄勇现在对自己的保护还是不错的。对。马贝特现在不得已，两个手基本上都已经抽出来了。啊，马贝特这边搭了一个身体三角。是的。这个拿背拿得非常死啊。对。俄勇千万不能被对手给翻倒到地面，现在必须得保持这个跪地的姿势。没错。因为现在马贝特的两条腿相当于，现在掰对手脑袋，应该可以把对手给掉下来了。好的，这边想摔对手，但是给个肘击，一个袭击不错，又是一个肘击，又被拿背。这边掰对手的脚踝，马贝特，啊，袭击，俄勇要小心。好，把他推开，好的，转身后蹬，被俄勇给扭倒到地面。好，这个时候俄勇应该可以给往下的砸击，连续3拳打到。好，继续。看来马贝特的这个腿也是够长啊。对，哇，打身体很重。是的。好的，漂亮。哦，又是一拳。漂亮，打身体打头，这几拳打得非常奏效啊。好的，又是连续的进攻。这边马贝特。对，挨了好几拳了，感觉他这个力量也是在随着挨拳之后啊，慢慢的减弱。基辅这一拳非常的重，马贝特现在很被动，想要起身，但是挨了几拳啊，还是抱摔，看看有没有，哎，不行，继续使战力。这马贝特啊，跌跌撞撞，还在往后退，转身边拳，反身拳没打到，马贝特压制住，抱摔了，但是。继续拿背，对，小心被对手拿背，一条腿已经勾进去了，现在靠在龙网上来阻止一下对手另外2条腿勾进去。上来继续抱腿，漂亮，但是弹腿防摔出来了。是的，哇，这个撩踢很重，感觉马贝特啊是要支持不下去了，你看。没错，俄勇的拳本身就很重，好的，被击倒了。哇，果然就像我们。赛前讨论的笑谈的就是说，俄勇的状态属于他不先挨2拳的话，是激发出自己的潜能的。对，果然如此啊！俄勇再次发挥了这个大逆转的本事。没错，而且以势大力沉的下砸拳，然后一边击腹一边击头，终于完成了比赛的胜利。再一次恭喜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藏族选手猛河闯王俄勇，干净利索的一记 KO。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，恭喜！现在宣布比赛结果：比赛进行到第1局3分56秒，红方 TKO 对手
比赛结果，红方胜。有请刘裕文化促进会秘书长、优德控股集团董事长牛流栓先生为获胜方颁奖。祝贺何勇！感谢颁奖嘉宾。这次备战的很充分，对教练的那种备战的很充分，抱腿啊，他毕竟是一个打一个老摆拳就一个抱摔，就这个动作。最前头我没想到他自己一捧拳头，自己给我来了个抱拳，拉了个后背，还有些还没法回还。比赛太快了，结束的太快了。